算了，迄个唔正经，迄个死人话啦。哼！你一定敢无叫对无？教书无钱互人，人怎会甲你拍烂呢？好啊啦，即马什么时阵你讲啊？这是要创啥啦？紧去看啦，紧去看看啦，才毋是小骗者才讲啦，吼。咱现在就爱骗，大不了是欠一个害钱利益嘛。好啊啦，叫你看你就去看啦，啊，为啊这是要创啥啦？是嘛？不但是要爱我的钱啊，连我的性命伊嘛要爱，你知影无？哼，你若无骹手骹尾的哦，死到连我你都看无哦，紧去啦，紧去啦，你知影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得你的性命咧？唉，讲起来话头长，有时间我才慢慢讲，你知影？安尼好无？骹手骹尾紧去啦，紧去看啦，要我咧看，唉。对，咱到底是要比偌久？先骗者才讲啦，好无？较紧嘞，较紧嘞，较紧嘞啦。唉，哪里？文荣迄边是安怎？好啦，文良这代志，我才慢慢想办法啦。骹手较紧嘞，较紧嘞啦。够饭桶啊！够饭桶就饭桶，讲甲你哦，实在够饭桶。好啦，好，我叫你去找一个人，啊，你去用拍甲手指用就转来。以后我是要交代你做代志。大个，你莫生气啊啦。还佫有你，我叫你去拍，你叫人拍到这行个转来。下班啦，你想愈负愈退步啦，我唔知要怎讲才好。大个，本来阮已经，本来咯，本来就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，交甲恁来，武甲武煞煞。大，这甲阿邦无关系。甲阿邦无关系。是。安尼讲哦，是甲你有关系咯。本来，阮已经将阿中抓着，想要到忽然间煞发现到一个大金箔干倒了出来，毋知要阿中怎叫双赢。忽然间出一个大金箔啊！你规个等来见财路啦！大个，真是去拄到大进步啊啦。是啦。真实的啦。出个大金箔出来，安尼伊无想要甲阿中这件代志甲打起来。大，你看以后要安怎？大金箔若较需要才要出面呢，这件代志就歹办。听讲大金箔啊，是一个是无简单的。大个，那一个查某人是要偌无简单啊？这件代志，我一定不会放弃。好啊，好，你马上去调查这大金箔看住伫倒位，想尽办法甲印出来，我要管是何方面。是。爸，我一件代志要办。大个，这是。阿爸，我知啦，等大金宝倒转来，我一定甲伊讲。好，我知，你家己较保重的哦。好，再见。请问你要找啥物人？阮是要来找大金箔啊。哦，真歹势吼，大金宝较妥当的，因拄仔去警察局啊。啥？去警察局？无你小坐一下啦，因可能随时就转来。后面就出来转来就去报警啊。真有可能。阿东。绕着，呀！你帮我找，你帮我找。当医生，你好啊，大姐，大金无人来，我自然就来帮手。我甲你无想，你是安怎要掠我嘞？什么人叫你是大金无斗阵人？请你歹运。大金宝，你怎样？叫你好啊听有听无？大金无人来，我自然帮手。见若无，免收啦。你帮我找，你帮我找，你帮我找，你帮我找。
找我。听讲你掠一个查某仔转来。哦，即马跪伫咧房间诶。好啊，我叫你去掠大金婆啊，你掠迄个查某仔是要创啥？我去找大警部，伊拄无伫，厝内加一个查某囡仔伫诶。听伊个查某囡仔讲，大警部去警察局。警察局？是啊。大警部去警察局，可能是为着阿中诶代志去报警，而且厝内敢若查某囡仔伫诶，所以我将查某囡仔掠上来。第一，咱利用查某囡仔，叫大警部去找出阿中出来。第二，假说阿中若无出来，咱用叫大警部提前出来抢去查某囡仔。这件代志做了袂歹。大金婆伊若遐爱插代志，我一定要知讲我周海就是什么角色。大金婆。透动诶，啊你嘛咧行一个较紧诶，行路袂输敢若久咧坐咧。我有咧行啊。行？哦，你看，啊你讲一下尔，结果迄个面，你是咧无欢喜哦？我真头郁准了。郁准？哦，我知啦，一个讲着要回山啊尔，啊你心头就咧郁准，啊你头壳要叫面抢我看就对。我哪会敢？哼，唔敢上好啦，啊你若敢吼，我就甲你切。行，你啊。大金婆，收到诶，大金婆。阿呆啊，你倒来啊？嘿啊，啊你去买一寡便当啦。等你买便当是要创啥啦？啊，要等山顶啊，食较饱咧，爬山毋才有够快啦。哎，就比安尼路边打湿湿的就好啊，你搞有？来，去坐，来，来，行，你要食便当。哈？嘿，啊哪呢？哎，这种假安尼，袂输假叫穿拍着咧。啥物叫穿拍着？连苏家伊俩讲火子大抓着的咧。对啊，小玉啊咧，你吹看看咧。是啊。小玉啊！小玉啊！小玉啊！啊？无，大金婆嘛拢无看咧。诶，啊是会去倒位？喂？嘿，我就是啦。哈？伫你遐？1000万？哎，喂！啥？上卡啊？你敲电话迄个人我也毋捌伊啊，伊讲小玉啊伫伊遐，啊讲，佫要甲咱伫1000万。啊，哎，那条走手桥，哎是啥物人？诶，敢会是下早起咱伫公园撞着冤家遐个人？啊，是因哦，啊，安尼手桥一定做危险，我敲电话报警。袂用的啦，人伊有讲叫咱袂用咧报警的呢，讲咱若报警吼，伊就要对小玉啊不利啊。我看吼，咱还是暂时毋通报警。啥？安尼要安怎？妥当。要无吼，咱来去早起咱去迄。歹去也莫摕转来啊，食了会骨肚疼啦。我甲你讲，互我看卖，我敢要摕转食哦。
个多嘛白粉，无敢若乌粉咯。哎呦，你唔知影，紧家转来去看卖，行。哦好。阿哥，过来，来边。你无看迄门口有人在徛，你安那入去救秀玉啊啦？对，咱会使亲像这古厝共款，伊会趁啊。头摆就想两摆无，袂用个常常用手摸的啦。先来等这个想办法。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像了像了。你爷做啥？我今仔来，我物件单你找啦。这公呢，你本来遐几号公啊？你是有讲你啥无嘛？叫，快是马上去。今仔来，跳啊！我哪年啊？他妈要假是欢成啊！竟然跟我装笑的，假！我无歹意啦，无歹意。啊，你哪伫遮？哦，我知影。哦，你一定是做啥物歹代志，啊无就是欠我大个钱，啊才让人来遮对唔？不是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是安怎？你甲我掠来遮咧？无冤无仇，啊无缘无故哪会爱你掠来遮？啊你有讲白差无？我无讲白贼，我敢知影是为着大进步啊。啥？大进步啊？你嘛捌大进步？那安尼，你紧放我走好无？放你走！你是在说啥？卖讲啊啦，人阿看来遐无简单，遐你放来遮，哪有可能随随便便就放你走啦？你放开就会使啦，放你走，无可能啦。啊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秀玉啊啦。秀玉啊，啊你大进步的查某囝吼？啊想要创啥？我来好心好意啊，你放，啊你安尼想要走？我看我甲你放转来，啊！你莫甲我放，我拜托你，你放我走好无？我拜托你啦，好无？放你走是无可能啦。敢讲，你唔惊受到法律的制裁？惊啦，惊是会惊啦。啊，不过啊，一脚踏你这个江湖，有啥办法？你无听人咧讲，身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啦。你既然知影行唔对路啊，是安怎，搁要愈打愈亲咧？敢讲，你拢唔惊你爸母会伤心？有啦，我妈妈死的时阵，我足伤心的啦。阮爸爸，莫讲伊，我知影，恁爸爸一定对你真失望，对无？毋是，这毋是安尼咧。你莫搁骗啊！假使我若是恁爸爸，我嘛袂认你这种后生，因为你做的代志实在互人足失望的啦。你明明知影歹代志唔通做，你偏偏讲。好，你莫搁讲啊啦！我要讲，像你这种人，根本就是社会的败类。社会就是你这种人，才会产生这么多社会的问题啦。败类，咁好好听。较好听的，你好
好一个人，是安怎无去找一个正当的头路？是安怎要伫社会为非作歹？枉费你活伫这个世间，连啥物叫做自爱，你拢唔知影。自爱一斤是偌济？啊，无咱种，咱伫咧社会是做倒一道的。我是老师啊，伫校咧教书。老师哦，无爱啦，无管甲阮老师讲的同款啦。阮老师啊，嘛是常常安尼晓讲的。那安尼，你是安怎袂好好听老师的话，好好读册，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？你讲读册？读册哪会无？我若逐届考试哦，毋是第一名，至少嘛还阁第2名。有影？老师啦，那安尼，你更加爱认真读册啊！读册，愈读愈册啦，册含我是无缘的啦。是安怎的？安怎讲？煞毋知阮后壁向跋啦，讲伊规个较无欢喜呢。连我主席会我偌惨的啦！你讲我要安怎读册？我要安怎读册啦？我今日读日啦，送报纸啦，做小工啦，阁无到伊一撮的马撮咧，读册愈读愈册啦。想袂到，你阁有一个使人感动的故事。安尼你知影吼？千万莫向别人讲呢。看你的人阁袂歹，是安怎无离开这个是非咧？你人生的目标到底是啥物？我还真嘛毋知影。敢讲你连家己的将来、家己的愿望是啥物，拢毋知影？你莫阁劝我，你若阁劝我，我还顶下心软啊，来你放开。安尼我毋是会作惨的。好，我还没讲啊。邦哥，老大有代志要找你。好，你若讲我睡觉。你好，我伫咧遮，莫胡白乱说啊。你放我走！放我走啦！你放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嫁翁也陪？来，啊你找我。对，你这么小，你创啥？阿邦，老实讲，会睇对。你在讲啥物话？我哪拢听拢无啦？听无？你听哩？你真是听无？讲，同你讲，会睇对。我迄间照大艺术放咧公园本色桶啊！你搁再假，你娘哩！老板，对，老板，你确实无将这货来提走。我真是无将这货提走啦。不过阿家人迄边拍电话，讲咱无照约束，将我会交去公园。这你要哪讲？啥物？货无放咧公园？对，阿家人是咧讲啥物笑话啊？我明明将遐货放咧公园本色桶，哪会无咧？我来找伊。等，假使讲阿家人是要乌吃乌，我一定要知影讲，我就爱想是足厉害。这件代志是我引起的，我来找伊。这件代志我连交代可以做，你负责去找阿中。是。对，呀，咱甲阿吉来收迄条线，先提转去。代志还未调查清楚的时阵，我无希望讲将这个时间吞落去。好啊啦，好。最近阿邦啊，你小甲注意一下，伊若有啥物行动可疑啊，你随时甲我讲。你的意思是？物件总是袂使白白怎无去。物件我是叫阿邦送去，阿邦的嫌疑算上大。也毋过，阿邦是你牵出来囡仔，伊敢就是安尼做？我唔对，人是我牵出来，总是，你知无？我知，这个代志我会好好调查。
你找一下时间好啊，甲帮开讲一下。我无希望讲我的人啊，做对不起我的代志。是。遐地方到底是啥地？大进步剧情愈来愈精彩，应观众朋友再三要求，大进步串江湖续集正在筹备中，特别向全省各地乡亲征求地方故事，凡是有忠孝节义、乡土奇谈以及地号名由来，请你赶紧来批甲阮通知，来批车价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。众印制作公司收就可以，阮有准备精美的纪念品要来赠送予你。下礼拜一，敬请继续收看《大进步》，大进步串江湖。害我将油门来吹真风，也是对。